今这劳保年改何时要发动？劳动部长郝明春是强调，拨补是即马唯一有共识的部分，后续会继续来沟通。另外，敢是要用政府扣税超过部分来补贴？郝明春是表示会继续来争取，让劳保财务更加稳定。 劳保经济精算负债超过13条，等于是平均每一个人为劳保派债大约56万。未来恐惊破产，劳保年改什么时阵启动？各界关注。劳动部长郝明春13号立法院质询，强调劳保改革中，拨补是目前唯一有共识的部分，会继续甲劳团等各界沟通。唯一有共识的就是拨补了哈，所以我们从2020开始。 就已经连续5年拨补哈，到今年已经编列2670亿元，好来拨补这个劳保基金。对税收超定监视投入，郝明春表示，行政院还未规划，会积极争取，让财务更加稳定。也不过立法也是烦恼，劳保基金只靠拨补敢经会调，也烦恼破产，这样侪劳工会受害。2039年以后，劳保将会达到这个给付的高峰。 每年都要给付超过1兆，劳保不会破产吗？财务的问题啊哈，的确就是要去面对了哈。那所以，但是这个也是政府办的保险哈，政府一定会负起给付的责任。不过，财务的问题一定要是解决了，拨补只是先踏出第一步而已。因为屏东民用工厂大火爆炸案造成严重伤亡，立委关心劳动部敢是已经将劳检权为经济部加工出口区管理处收回，也关心安怎职安地图上无标注民用工厂。如果有明阳这个公司在，但是我们的职安地图里面居然没有明阳会写哪？ 这程序是经过我们职安报告书核定，才有做上网公告，这是有属于涉及人民权益的问题，要配合火调单位的火调建设的原因，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还在程序中。另外，因为政府规划为公务员增加7天有薪幼儿照顾假，甲劳工有7天无薪家庭照顾假差距真大。对此，郝明春表示，安怎让幼儿环境更加好，劳动部会继续随时检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